学生热情的舞蹈开场，新世代青年城市论坛正式登场，以 AI 大时代做主题，深入探索 AI 科技对青年生活甲未来的影响。从可能基本学校学生使用 ChatGPT， 但是我们就加值了可能在软体、影像制作、声音等等的，让他们看见就是科技的运用。那并且我们也让所有参加的学生透过在地议题的发想，然后运用 AI 的科技，然后让他们可以产生就是一个提案的产出。论坛为2022开办以来，拢会针对新创业、新媒体、新科技、新创业、新教育等切点，致力培育青年的竞争力。借有这样专业团队的话，来参加一下，那或许他们可以学到说，以后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不同的思考的方向。那早上有来观摩了一下，我觉得是，课程活动是真的还不错。学校老师嘛鼓励学生对着青年共创发展协会，斗阵学习课外知识，才会当掌握趋势，实现职业梦想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